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请坐下。讲师好。点传师，各位前大德，大家早安。讲师早安。今天后学看到大家来参观，非常的高兴哦。后学有这个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还是要感谢天恩师德、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前人、副前人、点传师，还有各位前贤的那个苦心栽培，让后学有这个机会来学习。那今天后学要讲的题目叫做饮食习惯与突破。好，那现在跟过来台语哈，因为做者老菩萨甲后学分享讲那个刚叔啊，你讲迄国语我听拢无。后学深深去检讨吼，台语虽然无练得，毋过较亲切，所以咱就来用台语。等大家真正听无，就啥？变做国语的时阵，无要紧，你后壁休困的时间，会用来甲同学问一下，无要紧吼。所以有一撮专有名词吼，互学并袂过吼，所以就歹势吼。好，那首先呢，咱来先来看一个影片吼。来，第一项，伊拄着啥？哦，
那互咱遮讲较亲切啦。看完以后，你有发现咱以前的社会是毋是拢无遐个工业污染？嘛无遐足麻烦的吼。你看伊一直抬，甲所有动物拢抬完啊，佮甲伊加工吼，加工到最后佮破坏咱地球，最后只剩一个人吼。结果咧，去互外星人带去啊，敢有可能？咱其实有可能吼。其实咱今日要讲的重点是咱食食的习惯。咱逐工会知影有食早顿无？会记你家己食啥物无？会吼，咱等下再来后时间，咱再来设计一下菜单吼，要安怎食较会健康。互学生来甲大家讲，为什么咱食食爱注意？怎啊互大家有一个原因嘛？食饭三顿拢爱食，晚咧就爱食，对无？有人毋免食的无？举手。无啦，好好嘛爱食吼，大家拢足爱食，爱食咱食甲会健康。咱在座咱拢食素食嘛，对无？食素食应该足健康的啊。毋过请问大家，拢无高血压？真好抓出来家己拄吼，来家己算吼，无高血压，无糖尿病，无血糖原无血糖，无糖尿病嘛吼，无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拢正常的，拢正常的哦，举手。好赞哦！佫有吼，代表袂歹吼。有一项的，吼两项的，家己知吼，互学其实三项拢有呢，你敢看会出来？所以咧，就是食食。造成咱遮个啥物慢性的代谢疾病啊，代谢台语要安讲的，要紧，反正就是慢性病吼。好，咱先来讲吼，咱台湾吼有统计哦，咱大家会讲平均活到几岁吼？咱大概平均是活到83岁。平均吼，咱一定比较济嘛，有人比较少嘛吼，大家人因缘无共。毋过有一点吼，要甲大家讲吼，迄红字的8年吼，咱失能卧床，想者哦，失能卧床就是你有可能是中风，然后咱就是跌倒，怎就袂行吼，啥物病拢有可能，你会倒在眠床顶。咱台湾平均哦，规台湾安尼算起来，去年是8单，咱遐倒8单，才会再见呢？你阁有心理准备要倒8单，还是讲吼上好是安尼1个月内就甲解决安尼，就用风行西风安尼，你感觉有较好无？健康风行上好嘛吼，困困就互伊去嘛袂歹嘛吼，要倒8单足恐怖。佫会倒8单的毛病，拢是甲拄仔互学讲的。代谢性疾病较慢性的，吼，就是咱讲的啊，中风啊，对无？中风足济嘛，吼。即马中风的年龄足少年呢，咱敢有想过讲30几岁嘛会中风？有无？毋好太看轻吼，足济吼，30几岁嘛会中风的。那个心肌梗塞，以前是拢讲迄50、60岁才会嘛。即马很多年轻人过劳的，困暗时毋困的，嘛足济吼。好，佫来，咱来约一个吼，114年，去年的未统计出来，咱看113年，咱台湾吼死因的前3名，第1名互恁约是啥物？癌症，好，对，癌症，有100分吼。癌症是咱台湾的第1名哦，第2名呢，心脏病。即马心脏病足济哦，足济人拢常常困的。迄天足济新闻嘛讲，你总裁我毋知是啥物总裁，反正就是熊就再见了诊断就是心肌梗塞大家应该拢有听过佫有第3名来。肺炎，毋好小看感冒平常时感冒爱注意真正袂好，一定爱去看有可能变做肺炎。自从进前迄个 COVID-19 迄个影响，咱大家
来拢做侪人检验过吼，迄个气无拢较歹，所以也着感冒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好，过来。咱甲拄仔讲，红甘蔗第一名嘛，甘蔗足侪所在啊，咱规营区拢会生甘嘛吼。对一个甘蔗上侪。乳癌、肺癌，哦，拢有人药哦，来，肺癌。哦。为什么？咱拢会想讲食薰着肺癌着，敢有影？有影。毋过无食薰呢，会着无？会。为什么会着？二手烟。空气污染，咱看外口，敢会空气阁袂歹吼，清清啊。有当时啊，你看迄空气拢雾雾哦，大自然白白雾雾，迄是啥物 ？PM2.5， 有听过无？即马做流行的，已经有足侪人咧研究 PM2.5， 互咱的肺部会影响咱的肺部生感冒。搁咱女性困到，也是厨师，伊无食薰啊，为什么伊嘛着肺炎？因为你炒菜迄油烟啊，你油啊用了无好，迄油烟是大。搁毋甘你，有一头一回有甘你开抽油烟机，敢有迄种的？有哦，我有听过，互阿捌听过。我去社区甲老人会叫人，开抽油烟机爱电，窗仔门开就好，敢有效？没有效吼，一定爱抽出去吼。好，来第二个咧，咱台湾中国人的就是肝不好。所以世界上保肝药袂上好的，嘛是咱台湾吼。肝爱顾好，毋过顾肝，就是千万不可食做侪药啊。为什么呢？迄药啊都去互肝代谢，所以你的肝就爱做辛苦的哦。做辛苦的，你感觉你一个工程做辛苦的，业一工就好，加死会足紧歹咯。会哦，吼，咱再来详细讲来。搁一个第三名，这即马足济哦。为什么结肠、直肠癌？咱大家即马有发现，什么路边卖了上好？烧烤、盐酥鸡、炸鸡排，搁一项啥？吃到饱，吃到饱嘛足济嘛吼。来，刚刚咱拄仔药的吼，男生跟女生无共吼，男生的第一名是甲拄仔讲的大肠直肠癌。其实咱女生爱做细腻的就是乳癌。今年据统计，乳癌一直在增加。或许身边有一些朋友也都是不小心就发现乳癌可是发现的会自己检查嘛吼，发现的早就是切掉就好，晚呢？还要化疗呢，我们化疗就要怎样？前到一起听哦。化疗的时阵，他们也疗哦，所以头发会掉光光，很辛苦哈。来，所以呢，咱饮食就是食嘛吼，所以有做侪病拢是胃食来的，所以咱人讲什么？靠这支嘴啊，爱讲好话。搁这支喙食的物件，爱要慎重。咱拢食素食啦，毋过要安怎搁较互伊慎重？你就是爱拣着对的，拣着对的，你就爱有决心改变。为什么咱即摆的人嘛是会着糖尿病？食素食嘛是会高血压，食素食嘛有可能人讲的衰弱症。就是蛋白质食无够嘛。那等下互海甲大家分享蛋白质要安怎食互够吼。好，来，所以呢，甲拄仔有讲哦，甘蔗是第一名，所以全球来统计，这是前一年113年的4分2秒就一个人得甘蔗哦。毋过咧，去年114年搁较紧哦，3分48秒就一个所以紧几秒，14秒吼，所以等于讲。甘蔗咧发生有紧哦，足紧的吼。好来，咱即摆咱来看一下咱现代安怎食的物件，有啥物是互咱无健康的吼？第一个就是过
者，咱即摆什么叫做过度精致化？咱以前吼，阿公阿嬷莫讲老公吼，他小时候啦，小时候食饭食面包，敢会搁食迄蛋糕，无啦，较好囝搁有通食鸡卵糕，吼。即摆蛋糕有好买无？足好买，足简单啊。搁有哦，面包吼，即摆搁做一迄精致的吼，食吐司搁爱去边，有无？大家有笑出来吼。迄边要互去上架，就是一个问题吼。好，咱搁食着迄软软的白白的尔哦，是毋是足精致的？嘿，好，搁来，嘿，来煮的方法，咱即摆拢安怎煮？炒的，炒就爱有油啊，煎的嘛是有油啊，爱用水煮的无油，搁拢无食油，敢就会健康，嘛袂健康吼。所以咱即摆食的方法咯，足侪拢是用遮的，甲我讲啊，搁有迄用啥物？用腌制的，就是生的吼，就家己吼足够的，谢谢。用生的，毋过咱以前为什么食生的无代志？嘿，足奇怪吼！咱来想看觅你以前是用行路的，还是骑摩托车？行路。对啊，你行路会安怎？会代谢啊，会流汗啊。你骑摩托车，有人骑摩托车流汗无？搁有开车，搁有冷气好吹咯。以前拢无啊，所以咱以前老一辈食咸咸，敢有关系？因为他们代谢快，咱无哦，来，过来哦，要困之前3点钟搁食物件，有食宵夜无？无要紧，咱家己知吼，要食宵夜吼，爱洗面吼，一定爱要困的4点钟就好食吼，莫要困甲咧食吼。为什么呢？第一项你食咧饱，你搁饿咧，你食的物件会安怎？会拄着的会逆流，不是有一种病叫做胃食道逆流，有听过？搁家己教吼，要食无要紧，胃食道逆流，食一包桂林过后啊，对无？我无讲药啊尔吼，无牵涉广告吼。你其实你搁甲反倒来想者，你莫食遐食物，你毋是连有药仔拢免食啊？系啊，有药仔爱钱无？爱啊！你食宵夜爱买无？嘛是爱啊！拢毋免，拢甲省下，毋是搁较好吗？身体搁健康，你嘛免食药啊！倒咧甲困，搁足好困，是毋是？所以吼，宵夜毋好食。阮像即种上班族，中午下班，从学校后7、8点才下班，要安怎？要食的时阵食较少的，淀粉的会变做糖类的，食较少的，食一撮啥物蔬菜，食一撮蛋白质就好啊，食平常时的3分之一就好啊。搁款的嘛，差不多过3、4点钟啊，安尼就较无问题吼。好，食茶，有通讲毋啉茶的无？大家拢爱啉茶哦，爱啉偌济？毋是啉一喙，也是啉一杯，讲教授我拢有咧啉茶毋是吼？茶咱得你几公斤，比如啦，互较60公斤，茶爱食偌济？食2400cc，你去家己去算平均乘就是60乘以4，4倍，你的体重的4倍到5倍，一定爱安尼咯。你感觉讲为什么爱啉较济？毋过毋是一口气拢甲啉完我准备2400一罐罐就好啊，我就解拢有免啉啊。毋是你甲分咧一工你醒着的时候，比如讲你清醒的时间是12点钟，你大概爱偌久啉一杯，安尼可以吗？有可能咱若咧白天咧做工课会啉较济，因为你流汗嘛。晚上要睡觉啊，从有晚上会起来一直尿尿的频尿，你要5点以后你就莫啉较济，你白天加啉汗，等于清醒嘛，要
较济，你也想讲迄水沟啊，水沟啊咧冲水，你也落雨，无咱若风台来，足久无落雨，啊是伫咧冲的时阵，内底的太高面拢积个呀。啊，你也逐工拢安尼甲冲，你的血管是从水沟啊安尼足通畅，可以了解哦。好，一定要喝水哦，啊，不是喝果汁哦。开水吼是开水，啊开水吼无一定爱喝，或许觉得啦，就看你的习惯，要食凉的，要食烧的，啊要食冰的是较无建议吼，因为中医拢讲食冰的对身体无好嘛吼，啊这嘛是有根据啦，啊可是互较感觉食凉凉的，像即摆夏天食常温也可以啦，吼，好啊无啦，食饭足紧的。咱无啉酒啊，咱就讲食饭紧啊慢吼，5分钟就解决一顿的无有无？啊有人点头，有想嘛是啊吼，因为做互你吼食饭的时间吼足赶的吼，你若无食较紧的，等下袂赴啊吼，别人佫起来。啊，有人会拢慢慢仔食的，啊其实咱爱慢慢仔食，你敢知？为虾米？咱若食足紧，你甲看，喙就无足紧，啊是毋是甲空气食落去？啊，搁有，你食足紧，你会感觉饱无？你会感觉我是应付即顿尔吼，我这个便当今仔甲食好完，就结束啦吼。其实食饭爱细嚼慢咽，咱等下食饭爱食较慢个吼，爱食15分到20分，才会拢下桌餐桌哦吼。啊无吼，其实咱的血糖拢搁咱步无够烂，食足紧会步足烂吗？一定袂步无烂的啊！啊步无烂，你胃的消化就足辛苦，伊就爱安尼直咬吼，啊是毋是很容易胀气？嘿好，啊搁一个食重口味的，食重咸的有无？吼我咧阿公阿嬷拢甲互我讲，恁的菜拢无味吼。啊为什么无味？因咱知咱的舌头吼，咱这个喙齿，甲老吼60岁、55、56，反正就是你到60岁以后吼，伊的味觉会改变。伊对咸的本来咸是咱舌头一整片都有感觉，结果咧，咱在60岁以后，咸的感觉会有点退化，然后会很喜欢甜。所以你去看迄老人吼，爱食甜甜，吼你也互伊食甜甜，伊就做介意吼。阮咧失智老人，你也互伊啉迄甜甜的红茶、蜜茶后，他都好喜欢吼。嘿，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味觉改变，啊，味觉改变，你袂晓因为安尼，所以就一直拉啊，盐就一直甲加，盐嘛一直加吼，血也袂悬，互他迄天吼，做想想我去买一个叫做盐贝果，贝果知影吼，面包嘛袂是足精致的吼。啊，毋过呢，我想讲迄盐嘛无放，果酱无放啥，盐贝果我足芳的，就甲食迄天讲一天吼，血压太高吼，因为钠太多，因为它那个盐贝果是放海盐哦，钠更高。或许想讲这个盐贝果以后是我的拒绝往来户啊吼，我迄天讲一天足辛苦的吼。好来，啊，搁有无？咱甲拄仔讲癌症，甲拄仔迄是咱的习惯嘛吼，啊，毋过食安那？容易得癌症吼。第一项，你咧买物件的时阵，你会去看你的食物有新鲜无？你去菜市仔买的时阵，你是买迄卵看起来凹凹烂烂，无黏黏的，还是吼青脆脆的？一定是买青脆脆的嘛吼。啊，你若去超市买，有个人像互我共款伫咧市区，啊，拢会去。某你超市买，啊你看的时阵一定爱看啥？有效期限，一定爱看吼。有效期限你就爱看，你大概当时要食。比如讲，或许拢准备一礼拜的菜，有效期限就爱至少有一礼拜才会买啊。无你就爱返去，就是第一天就爱煮啊吼。啊，搁有伊迄包装吼，爱紧吼。用个例子，咱捌伫个超市买过金针菇吧吼，金针菇，伊是拢个太空包装，啊你
你若买时是爱买迄边边无扑起来，对吼，扑起来就是有空气走入去啊嘛吼。好，啊，逐工拢食足固定的，逐工拢食白糜的无，早顿拢足固定的，有吗？吼，上好毋好吼，爱食多样化，等下互大家大家分享吼，逐工食白糜是毋好的哦。好来，啊食烧烤吼，这个拄仔已经讲过啊。啊，食碳水化合物，啊，蔬菜水果食无够，食外口，会做咱乡下会无方便食外口嘛。啊，食外口要安怎拣？外口的物件吼，因为伊大众的自助餐，其实伊的油，敢是拢用橄榄油。有人咧笑吼，可能迄成本太高。啊，伊买的菜敢拢是有机菜。不一定啊，吼，啊，毋过你咧拣的时阵，就爱家己好好啊拣吼，要安怎拣吼。好啦，啊，搁有咱时常拢会用迄塑胶容器底烧的，塑胶容器底烧的足无健康哦，会有塑化剂吼。咱即马现代社会，塑化剂影响着啥物？女生吼，很多小女生月经很早来诶，咱以前拢读国中啊，甲有对无？即马国小国小我好像捌听过3、4年级就来月经诶，有恐怖大家拢点头吼，代表或许的讯息是真正是即马是安尼。啊，男性呢？男性会男性女乳化很难想象，现在年轻人很有胸肌哦。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健美吼，有可能是塑化剂吃太多哦。好，啊，然后还有一项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吃太多，有一些肉类啊，尤其是红肉好，那我们要来看代谢症候群这里有2个人，家己看咱和那个一样有这个胖好。怎样看胖不胖？就是刚刚那个男性有在量肚子我们现在有一种身材叫做泡芙，我食过泡芙内底奶油嫩嫩有外面就是迄薄薄的那即马50、60岁以上的人常常都会脚幼幼不过你家己看伊的腹肚就是有一间敢若小富婆有吧后学前一阵子嘛，做是小富婆的毋过因为我去健康检查发现啥物胆固醇、三酸甘油酯，拢红的咧，足恐怖的。然后咧去照超音波，互恁照这腹肚圆圆内底拢是啥？油啦，对啦，毋过油敢若听起来拢袂惊袂恐怖咱手看这字的。这个叫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是保护咱的伊用保温冬天较袂惊寒，你要有点皮下脂肪，你若去弄着会用缓冲，伊会甲你救一下你的手的，莫让你骨力就断去。毋过，好啦，伫咧食的时阵，有一个这脂肪伫咧伫咧内脏器官，有一个器官足辛苦的就是甲拄仔咱讲的肝脏，就是脂肪肝，听过好，脂肪肝分做3个阶段就是初级、中度跟重度你甲想讲肝脏里面拢包油人讲的台语叫肝包油嘛，有听过肝包油拢去油包的，伊的机能好吗？肝功能就无好，过来咧，伊很容易就变肝脏会发炎，肝脏发炎伊就慢性发炎久无感觉会安怎？肝硬化，肝硬化最后很容易变成肝癌，就是安尼，所以你脂肪肝可不可以不重视它？不可以你一定爱想办法去掉。要安怎互迄个脂肪肝的脂肪不见？第一个咱就事先透露一下，第一个你一定要饮食要改变，
糖类糖我讲的糖，尤其是果糖，伊敢若伫咧咱的肝脏代谢，所以一定就是要减少果糖。啊，果糖有哪些？珍珠奶茶有食过吗？袂歹食QQ 个滴滴，那个果糖不可以吃。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很甜的水果。咱台湾最厉害，咱的拢解数凤梨可以从酸酸的种到现在甜到不得了啊，莲雾，莲雾也是，后学小时候家的莲雾，我那个莲雾树种下来，莲雾啊拢安尼涩涩袂好食对无？细汉的时阵的水果毋是拢涩涩袂好食，啊，迄芭乐嘛是啊，毋是讲那涩涩袂好食，啊，即摆芭乐有好食无？哦，世界好食，拢做甜的吼，什么水果拢是甜的。或许以前小时候爸爸种的梅龙龟，其实嘛无可能大家拢做甜啊。啊，佮你去即摆你去看迄梅龙龟、哈密瓜吼，佮较恐怖吼。即摆食到哈密瓜嘛是甜乎乎吼，那个都要少量哦。你也要降脂肪肝，这种水果不可以吃太多，一定要怎样？要节制。食迄较无遐甜的，啊，什么较无遐甜？来，咱想者什么较无遐甜？绿色的奇异果。绿色奇异果。唔好食迄黄金色的迄黄金色嘛足甜，绿色的奇异果，啊，芭乐爱紧者唔好食到迄足甜的，有诶较无甜的芭乐啊，真正嘛是有啊，小番茄。小番茄也不错，咱等下再来想啊，佫有咧，咱佫来看所以咱即马中国咱台湾100个男生有58个大箍啊女生100个有42个大箍啊，所以后学嘛是迄个大箍迄个，好三高来，我有讲过血糖、血压跟血脂，就是三酸甘油脂。大家嘛咧讲，我都无食吧？为什么我三酸甘油脂会悬？三酸甘油脂就伫咧蛋糕、精致蛋糕，比如千层啊，迄种足恐怖，迄奶油拢足侪讲面包，面包嘛可做一人造奶油，然后2害就是甲我讲的腰围，腰围大家敢知安怎量？等下甲大家讲好的胆固醇无够。胆固醇有好的甲歹的，你若去健康检查，甲医生讲，伊就甲你验毋是验一个总胆固醇总胆固醇边仔佫用分2个，就是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好，咱即摆来看腰围腰围就是你摕迄布尺甲你的肚脐吹出来安尼箍一个。经过肚脐毋是顶悬只较细箍只是只较大个只你甲箍一个家己倒去家己量家己偌济男生大于90公分，你就是过粗，女生是80公分才拄仔有讲血压血压有2个，一个是收缩压，一个是舒张压收缩压大于130，舒张压大于85。讲紧张像学校咧讲课，即摆足紧张学校的收缩压可能140、150，安尼我敢有高血压，这无所以一般人拢会叫你爱休困一下你若运动减肥，有时拢叫你坐一下莫喘，甲来量才会准就是安尼。不过舒张压呢，就是看你的血管通不通畅从后学角度来讲就是吃的盐巴钠太高。外舒张压都偏高，可是外收缩压不会高很多好，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个胆固醇，好的胆固醇跟不好的那高密度就是不那个好的我们都比较少然后血糖还有三酸甘油脂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你自己去健康检查，它都有单子给你看好，到这咱就来进入一个主题要怎食
对，啊，要搁咱食健康，甲我有透露一点点吼，就是说，咱爱食蛋白质，吼，爱食对嘛吼，爱食较卖较甜的水果，吼，嘛是甲大家讲的，啊，咱即摆系统性的甲大家分享，吼，第一个咱是大家拢有听过一个口号，食素救地球，有听过无？疫情推行过吼，每周一无肉日，啊，吃素救地球，对。我或许觉得很好吼，咱若食着习惯素食，就几礼拜食一遍开始学，然后学久你食习惯啦就好啦。啊，为什么要吃素救地球？因为咱的餐盘啊，咱食的就是咱的餐桌的菜，会用决定地球的未来哦。好。咱大家看者。就免饲遐济动物吼，饲遐猪、饲遐牛、饲遐牛的食物，来饲那个非洲难民，还有圣人，相信吗？吼，非洲难民迄边，拢种袂出来，谷物拢无，毋过咱拢家己去饲遐牛啊、羊啊拿来，然后我们人类在吃肉哦。好，所以咱即马统整一下，你若食植物性的，就是咱食素食，莫食肉，咱能节省多少吼？咱看哦，你若食肉，二氧化碳是60公斤哦，咱若食素食，才0.3到4公斤尔吼。所以呢，咱若莫食肉，会拢互咱地球搁加活几项工，哦，好。搁大家分享一个讲吼，互咱一直讲莫食肉，为什么莫食肉？互之前捌收过教过一个病人，他得的是叫做库贾氏症，或许在医疗这边做了30几年哦，第一次遇到这种哦，这个病啊就是叫做狂牛症。那咱一直咧讲吼，什么国家的牛着狂牛病对吧？有想过讲咱人嘛会着吗？有哦，台湾有这种病所以或许那时候很好奇，去甲研究讲，为什么这个人伊会得狂牛症？伊的脑就真的会跟那个牛被萎缩的一模一样哦，然后他也就是瘫痪在床，然后一样他的认知啊就是都改变，然后生命很快，
他发病到后学的机构大概也1个月不到，所以大概6个月就过世了。啊，因为什么有狂牛症？去甲访问，因为他年轻，很喜欢吃牛肉。他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很多各种管道的他都很喜欢吃。可是到老了他有带着那个狂牛症的病毒，就发病了。所以呢，真的是肉真的是不要吃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吃素救地球之外呢，好，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正确的吃免咱正确食对嘛，你食对爱搁紧对，才会健康啊。你已经紧素食啦，免咱互伊搁较正确。第一个就是咱食的时阵，咱有食足侪青菜，水果、全谷类、豆仔、坚果、好油、甲乳制品。好，咱大家拢讲我食素食，素是食啥物素？你的蔬菜是拢敢食绿色的有无？蔬菜敢绿色吗？唔是咱即摆来看咱先来看迄个啥，咱咧平常时食的油、脂肪酸，咱拄仔有分享讲食的物件拢用水烫烫的就好，安尼感觉会健康。其实爱放一撮仔油咱要食偌济油？以互学的体重60公斤来讲，互学一天爱食的油大概60 cc。你会感觉60 cc 偌济？捌食过咳嗽糖浆的油不要有印象吗？是无人有印象没关系，反正就是60 cc， 你去分做3顿。除以3，一顿是20 cc 的油，所以讲你20 cc 的油，你也咧炒菜，你倒偌济大家小可看者，你着摕你迄什么，食迄咳嗽糖浆的油不要去倒，你就知影你20 cc 是偌济。你若拢总无要食炒菜，无要食煎的，拢无用，你就爱甲迄好的油20 cc 甲拌做你的烫青菜啦咧，安尼食。安尼你的油脂才会够好，那油脂伫咱的身体食入来以后，伊会代谢为什么爱甲大家分享？伊代谢的时阵分做饱和甲不饱和。咱对咱好的是安那？有多元不饱和，就是不饱和对咱身体较好然后呢，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分 omega 3跟6，然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 omega 9，所以咱时常人爱讲 omega 3、6、9，对吧？好，所以来看omega 3单位什么油上济？大家有听过印加果油紫苏油，这拢是 omega 3较济，搁有核桃，核桃嘛有。那 omega 6呢？6就伫咧咱的土豆油，花生就是土豆油的花生油嘛，无就是玉米油、芝麻油、大豆油，这平常时就食足济所以你毋免搁特别补充。omega 9咧，咱平常时嘛有咧食橄榄油，就是 omega 9，所以 omega 9嘛毋免食伤济，拢欠的是 omega 3，好，咱大家看大家拄仔有有甲你讲omega 6毋免食伤济，就是甲拄仔讲的土豆油、大豆油毋好食伤济，然后橄榄油对身体还不错，所以甲大家建议食橄榄油，酪梨油酪梨油是伫咧 omega 9，omega 9是有酪梨油，食油，阁有一个好处大家敢有便秘的习惯？有的人会讲有便秘不好意思说，有食总爱有安有排出去有食爱有出你有
有吃爱有出，啊，你要出一定爱有油脂，所以你敢知影有一种泻药叫做蓖麻油？蓖麻油，伊嘛是油啊，伊就是咧互你落屎用的油啊吼，啊非常的强哦，食10cc 就互你落到昏去的吼，迄叫做蓖麻油。所以你平常时就食咱的好的油，吼，加拿的蔬菜，还是讲你要加拿的豆浆也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吼，好，啊，过来。爱知影家己的体重，有咧量体重哦。爱家己的体重，要安怎偌重是正常的。咱甲拄仔学校有讲有个是腹肚圆圆，骹手拢幼幼，伊体重阁正常哦，问题伊腹肚拢底油啊，迄嘛是爱注意。这是较直接，就是讲咱用咱的体重家己来算吼，这是最公认最好的算法，就是你的体重几公斤，然后去除以你下骹你的身高，那个平方的意思免求挣扎，你就是，比如说你的身高是150公分，就是1.5公尺，你就1.5公尺乘以1.5公尺，就是平方啊。你该用计算机家己记的，你的健康的体位除出来，爱伫咧18到24，伤瘦的，你就知影讲爱加食寡蛋白质，伤大块的，就爱注意吼，迄热量糖类就毋好食伤济，过来，你逐工的活动量吼，学校即摆甲大家分享，你若咧做粗重呢，你咧进场，咧骨头。还是讲你是干伫咧厝坐，还是你干办公，你要看你的活动吼，你是轻度工作，还是中度，还是重度，所以你算出来，你平常时，比如讲学校是轻度工作，我若坐办公桌仔尔，要食偌济，60公斤7乘以3，1800卡就足济啊，要搁减一下减肥的，糖类就搁家己减落来，好。好，有咧运动哦，大家拢咧笑。其实吼，学校讲这个题目哦，饮食习惯较突破，无法度互你减肥减足济，你一定爱搁搭配一项叫做运动吼。你若干那安尼拢无食，逐工嘛甲拄的坐，拢无要动吼，安尼嘛毋是好的养生方法吼。咱有听过一个讲活动吼。我的就爱动，所以你要动的时阵，你也无咧做田啊，无咧骑脚踏车，你至少你看至少150分钟的活动，150分钟你甲它分做3工，一工爱偌久？3、5、15，没关系，你就话分做一工做运动做15分到20分，做40分都可以，你就家己看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你也无法度散步，像有个人脚踏舞歹，还是脚踝仔歹，无紧，你就伫咧厝，有一个叫超慢跑，有看过？哇，家去 YouTube 家己拍超慢跑，你就往前倾，就伫咧原地跑，跑起来哦，你无跑起来嘛无效搁有一种就是用啥物弹力带，或许。发现弹力带不错你可以伸展抗阻力你的脚或是你的手。后学在那个讲师培训班有个前嫌因为后学这个讲题在去年12月后学就有在培训班练讲过，然后还有听后学的建议，然后还有去搭配运动，他已经瘦3公斤了，而且他的糖尿病的数值有控制好。就不用一直加药量真的跟你们分享回去改变饮食习惯，再搭配运动对自己的那个健康会有帮助。来这母乳这应该大家拢知影，然后3餐用全谷全谷大家一定要想讲学校讲的是啥物？咱的主要的淀粉就是吃米饭嘛然后呢，我们
平时呢，这一张好，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低糖纤维高的水果，甲拄有讲吼，莫较甜啊纤维较济的水果吼，来大家看者吼，柑仔吼，有要酸柑仔吧吼，你嘛要食足酸啊，足快会酸酸的嘛好啦吼，总袂讲食甲甜有无吼，啊，佫过来甲拄有头头讲的奇异果。莱亚吼，莱亚其实它的水多啦，其实它有的现在，其实后学细汉食迄粗莱亚做好食，啊，佫酸酸甜甜，知影大家佫有印象无吼？后学即摆拢买无迄吼，就是没有人种了吼，啊，佫有甲拄仔有讲的芭乐吼，小番茄，好，啊，过来咧，低糖，然后纤维高的淀粉，这下骹这属淀粉啊哦，番薯吼，啊，过来南瓜。臭米粉啊，五谷饭啊，搁啥？哦，这就是杂粮啊吼。啊，搁过来咧，你食水果是安怎紧？爱食圆形，就是你着伊细安怎着安尼食就好啊。你莫搁去甲拍做果食吼。果食是啥物食？插鼻胃管的咧食的，知无？伊无法度煲嘛，啊，你就是鼻胃管，你着甲灌灌落，互伊健康，啊，无要安怎？哦，啊，咱都有喙，然后薄吼，你只爱食圆形的吼，这个吸收很快哦，然后都是果糖，然后食饭呢，最好是要食五谷饭，哦，比吃单纯的稀饭好，好，啊，过来食米，啊，咱拢食糙米的无？有人食糙米的，啊，有吼，食胚芽米，啊，食单纯的白米，还是食综合五谷饭，哦。啊，咱即摆来看者吼，糙米上好吼，你看哦，伊的蛋白质、糖类、纤维跟维生素 B1拢是上济的。啊，你会讲糙米足歹煮的，煮起来拢黏黏爆袂烂。还有好方法浸，啊，佫有一个嘛足好简单的，买一粒仔会晓煮糙米的蛋糕。有糙米模式呢，你着加水淋淋的糙米模式，家己的着煮好好，拢是软软软软的。嘿，你无浸嘛无要紧，后学买的电锅就有糙米模式，啊，佫伊的时间较长哦，你爱先用一下时间，就是你爱煮比它快要2个小时，因为你无浸，伊较歹煮，伊会较久，吼。好，啊，过来咧，食面。大家拢最爱食面吼，其实啊，糖尿病无建议食面，啊无你着爱食啥物面呢？食全麦面，全麦哦。啊，佫有一项的嘛袂歹，日本人拢食荞麦面哦，也可以。咱有想过讲吼，为什么互学甲拄仔讲做侪讲，比如讲面包，咱拢食到中国做精致，啊，佫人德国人拢食面包呢？那为什么无带咱中国人拢得糖尿病，因的糖尿病比率足低哦。那因为因的面包拢是全麦，而且哦，因的发酵袂肯较侪奶油。啊，咱台湾迄师傅都很喜欢放迄香香的奶油，加蓬松嫩嫩有无？啊，你有要食过咱的德国面包吗？听讲很蛮硬的吼，那硬的面包是配汤，搭配汤，好，来，过来，拢一直食饭甘，就足健康。好势甲大家分享吼，会用当做主食的蔬菜，你甲伊代替过来吼。你甲伊看哦，栗子也用代替主食，然后豌豆仁，然后刚刚有提到地瓜、芋头、玉米、山药、菱角，这都是淀粉。可以当淀粉的主食哦，然后尤其是南瓜跟马铃薯，还有莲藕。好，这边跟大家分享地瓜，这是黄色的，捌食过紫色的无？紫色很好哦，为什么？紫色比黄色或许觉得还更赞哦。黄色是贝塔胡萝卜素，啊，紫色的花青素，那真的是紫色精亚。所以你用两型搭配吃，哦，你今仔日食黄色，啊，过顿工你就食糙米粉啊，啊，搁换一工啊，甲换紫色，哦，换着吃，哦，会晓换行嘛吼，后学很喜欢换行吼，后学你们拢笑我讲我这双子座的，
马铃薯。马铃薯，咱有想过马铃薯有啥物好处吗？马铃薯内底有含锌，不是心脏的心哦，是金属的锌。这个锌，这个是微量元素哦，伊对身体真正袂歹。啊，你马铃薯要怎食？毋是甲做炸薯条啦，马铃薯你着甲地瓜共款甲吹吹的就好啦，你用它当做一顿的饭。对，你毋免逐工食，一礼拜还是2礼拜才食一遍。啊，搁有哦，马铃薯是淀粉哦，所以你咧食饭的叫做咖喱饭有无？家里咖喱饭拢是马铃薯搁加饭，你怎知影你顿的偌济热量，拢咧腹肚，拢咧肝内底？所以其实爱食马铃薯，其实就饭就爱食较少的吼。啊，偏偏马铃薯咖喱饭搁做下饭的吼，大家拢搁食做大碗吼。所以你看平时我无甲恁讲，恁敢会想着，食的拢是糖分。好，来，搁来，足够的蛋白质预防肌少症。足够的蛋白质，咱拢食素食嘛吼，啊食素食要哪补蛋白质？咱无食肉啊，拢食啥？食豆仔。甲大家教一个口诀啊，吼，没有吃豆就喝豆。你无食豆仔类的，无食吃豆，就是比如讲豆干、豆腐，啊你就无方便嘛，你就用喝的，喝豆，喝什么？豆浆。好，喝豆的豆浆爱注意哦，你爱买无糖的，困难来啊吼，无糖的无好啉，啉惯性就好，啉健康你就会好啉。你若想讲，二甲倒凌晨爱倒8担，你就会好啉啊。搁有吼，无糖的豆奶，你去超市甲摕来看吼，有无糖的很多品牌哦，我无广告哦，我只甲大家讲者，有浓跟浓度的，较高的你就免啉足济。伊遐有写吼，100cc 多少蛋白质，人迄拢有标示，你着家己去甲看。所以一般来讲，一粒卵，有咧食水煮蛋嘛吼，因为咱拢蛋白素嘛，食卵爱食哦。为什么？然后讲一颗蛋可以孵出一只小鸡，那一颗蛋就是精华。对啊，所以你一粒卵一定连蛋黄拢爱食咧，你毋是甲蛋白质食蛋黄甲蛋条，记你一笔哦，浪费食物吼，等于有钱去遐讲补助吼。蛋黄里面是精华，伊足济卵磷脂，毋是你讲的那个吃的胆固醇就高，没有，一天就可以吃1到2颗吼。你若真正不吃蛋，也要补卵磷脂哦，你就嘛是爱去买卵磷脂的粉转来补充，否则你的卵磷脂会无够，身体嘛是袂健康。好，咱拄仔倒转来一粒卵是7克，拄仔有口号甲大家讲啊，咱一天爱食偌济蛋白质？好像后学60公斤，一天大概爱食78到80公克的蛋白质，分做3顿，一顿大概爱食21到24，好，一顿就爱食安尼哦，够，所以你早顿要安怎食？一杯豆奶，你若400cc， 就7克乘以2就14了，你搁加一粒卵，就21，蛋白质就够了。这样可以算哦，自己会算哦。400cc 就等于14克，一颗蛋是7克。好，你若讲我不爱食豆奶，我要食豆干，可以。你莫讲食一喙，食一块，有食呢？手家会看者，你的手掌，差不多这么厚，它这么宽，安尼一份吼，叫做一份大概也是7克到14克，所以手掌大一点的就大概14克，小小的就大概7克哈。好，等于啦，你家己去买咱外面买的豆腐好，咱讲豆腐好，
豆腐你甲看吼，那个叫做普通的嫩豆腐吼，伊的蛋白质的含量加另外一种叫做什么豆腐？较高的叫板豆腐对吧？板豆腐的钙跟蛋白质较悬哦，吼，啊你甲看伊嘛是有多少那一盒是几份吼？一般来讲，你家己一个人是食一半，还是规家伙仔5个人食一半，食一盒？大家爱去算吼，一般那个嫩豆腐大概2人份，一餐就是2个人要分掉就够了。啊，可是咱拢足侪人咧分啦，吼，我或许一直嘛我们家3个人嘛，也只有吃那一盒，那就不够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要2盒，这样才会够。好，啊，你若讲豆腐，吃腻了，那怎么办？大家有咧食毛豆无？好，毛豆3汤匙啊，咱平常时咧食咧3汤匙啊，等于1颗蛋的蛋白质。好，啊毛豆你也感觉讲吼，毛豆好贵，即摆有一个豆很盛产哦，甲大家分享。皇帝豆、皇帝豆，伊的名叫皇帝诶，你要知影伊做营养的哈，你有没有看？伊的名不是浪得虚名的吼，伊的蛋白质含量很好哦，所以叫做皇帝豆，食要做皇帝的吼。好，各一个豆也不错，叫鹰嘴豆，有听过无？鹰嘴豆你买大吼，转来泡。大家有影吼，你要比如讲你平暗你着煮饭煮菜时，你着家用甲泡第一遍，啊你暗时啊咧刷牙洗脸的时阵，甲迄水倒掉，第2遍或许甲你建议用开水泡，因为你第1遍已经洗过啊，你这中你也感觉嫌迄惊搁煮太多，你要换水嘛无要紧。反正就是你要困之前用开水泡，甲蛋入去冰箱，因为过来是夏天啊你泡咧外口对豆仔无好吼。好，你泡较铁光的时阵，你用迄电锅怎入去吹，你用一遍加吹一半互冷，甲分装咧冷冻库。你以后你逐工会知起来就摕一包，看你是要用水煮，还是我拢是懒人方法电锅搁蛋落，搁第2遍，搁较嫩搁较好煲。那就是蛋白质了，所以迄个时阵你就只要怎样，挖3汤匙，就是等于1份，然后再吃1颗水煮蛋，就2份，再喝个200cc 的豆浆。你也感觉讲，我爱啉豆奶迄个豆子搁加较济一撮，安尼你的蛋白质就有够啊，好。甲我甲大家讲黑豆也不错。黑豆也有花青素，所以人家那个日本的纳豆黑黑的也不错来，搁补充一下要知影讲你，甲我有一个名叫肌少症，肌肉变少。你大家甲膝盖曲起来你的大拇指甲食指合起来，留你的小腿围，小腿从胖胖嘟嘟那里。你看你合袂起来无？合袂起来的人是健康的合袂起来的人是肉无够济来，家己量以你的食指甲大拇指安尼2支甲合起来，量你的小腿好，家己量完，你的反应
心哈，然后那个就是小番茄、苹果，啊个啥，今麦有迄红色火龙果嘛袂歹嘛是可以。然后呢，再来就是要怎样？要夏天了，夏天就吃那个当季的像芒果，啊个啥？木瓜最近出很多木瓜了，又便宜又新鲜所以今麦这个时间你爱去买什么？买来啊，来啊还袂出呢，所以你今麦你去水果摊看到的来啊，拢是旧年的旧年的来啊要啃较紧，有人也安尼甲好聊手，迄拢泡过药水的所以爱做生意所以你一定爱食迄个啥当季呀，你这个季节出啥物就食啥物好人讲迄肾气不足食乌的食香菇、木耳、黑芝麻。大家敢有从好学共款他们拢中辈开始病压力大他们的病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压力足大，压力大所以咱的黑色素细胞就是咱的交感神经区旺盛，暗时咧困过会紧张嘛无好好困所以他们的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熬夜，咱即摆少年家毋做侪人拢拍电动，拢不爱困的有迄以后拢会少年白无甲恁骗。佫有来咧，食物件无够健康来，佫来买物件时阵买足济，买佫煮无完，佫来趁咧冰箱。其实好势甲大家分享你去菜市买菜讲即个时阵甲你讲一粒花菜做水的你买一粒30，我甲你讲，你买3粒，我互你100一粒40嘛，买3粒，互你100安尼感觉迄个比例不对好，歹势，好，你会为着贪俗讲3粒100，一粒囤33嘛比40块较俗，甲3粒拢敢无转你若有上好，你未来迄3粒要甲安怎处理，你就拢敢无转去。你若无上好，转去是放在恁兜的冰箱，千万就不可敢无转去因为咱无可能永远一礼拜拢总食3粒菜尔所以好想大家讲，不要贪这个小便宜你要家己衡量，你若要转去是甲我甲薯品前贤分享，跟某某谁分享。我有分出去我就家己嘛存一粒，那 OK 啦好，咱看者，咱时常，咱会食做者春的菜无？其实咱可能袂，毋过世上人即马都很多厨余呢。炒的它应该会被丢到储备桶里。你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一年的厨余量呢，可以装满40亿个便当，而全